Hello， 所有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咧》，我係 Rita 林玉天。今晡日係安尼倆少幫內列嘅最尾日子喎。上禮拜六11月28號，安尼倆少幫賽倆開打吼。天光嘅客家電視台呢，是為到面咯去做了跟亞軍韓國กี田軍界轉播，所以要請大家喺啲電視佬面路面前準時來收看哦。講到野球非常熱血咯，安尼今晡日嘅節目吼，是要強一群我非常佩服嘅大哥，記得呢特色打球差唔多超過50年咯，每3年還都有體力，都有精神，佢講。記得要達到90歲，謝謝來分享，主動開拓不老野球吹，分享記得。海盜，讚！福氣來！要強烈到動要正線開拓，老大家們好。大家好，我係主動開拓不老野球吹嘅吹長范光明，今日非常嘅歡喜來到了福氣來咧，分享喺度啥打野球嘅故事。福氣來咧嘅觀眾大家好，我係開拓主動不老野球吹嘅總監督孫浩然。今日非常榮幸有呢個機會來參加呢福氣來嘅節目，是冇？福氣來觀眾大家好，我係海盜隊游擊手秦金耀，非常歡喜來啲節目，希望大家。我係球隊嘅公關主任做投手李建龍，大家好。哇！再次熱烈掌聲歡迎！大家家一塊從嘅時節吼，我講到你倆70名倆少幫嘅倆比賽吼，金票賽吼，當鬧嘢嘅開打吼，嗰個天光日有嚟到現場做轉播，我看到你哋每3年，你哋攞許種強樣，嗰種從少幫時開始一直打到緊哦。就樣。哇！不過嗰種時候，你都咁按到開頭吼，咪一睇淡哦，後擺睇見三位講嚇，大家都寫哦，點解咩乜嘅？因為好好咧，特生人都係自由身哦，就去做開頭，因為按到咧係名咁為按用人。你係歷史啊，吼講起來也挺神奇啦。因為當初嘅時節，我三沙來講嘅時節，窮啊，哎呦，也自細小學時開始窮啊讀書到高中，所以你都真嘅差唔多兄弟哈。今年差唔多做緊71年咧，所以我哋很不老，也冇乜按到做唔得啦，也要得好老啦。當初為先啲講啲開拓野球吹嘅啲歷史啊，是講。因為家下我哋人民國56年嘅時間，我哋人初中畢業開始升到新竹中學嘅時間啦，我哋人就新竹中學是新的，體育白新的新竹中學嘅棒球隊我哋人是喺度打啲球啊，但是轉來家下主動嘅金裝杯、人裝杯嘅野球也打到非常鬧熱，我哋人就想講，你哋用。主動在新竹中學嘅咧，啲球員轉來主動你夾到人哋夾別練習為打球嘅，你注意隻球吹來搞。所以家下咧是會講注意隻球吹出來，在咧做球吹嘅時節咧，我讀下老我哋人睇啲以前我哋人咧嘅來西昌先生主動當有名永安醫院嘅院長，讀幾副卡咧讀到變到日本概念嘅世界。野球比賽冠軍嚟，美國開拓吹，我哋看到有啲開拓按向量，上嚟用啲名咁嚟做得麼？我哋是講睇有似啲名啊，上嚟出去報名，結果本家長看到嚟講，你認為用兩個人魯曼嘅名出嚟從啲不良組織按走出來做呢吹，做唔得。但是我哋人3意見，家下講老師傅，英文也冇當好。有個 C rubber， 用嗰陣時已經3做好咧 ，SR 咧，快咧，根本家長就慢用嘅實，就會計名用學聯，仲有 SR， 按照學聯，所以就咪就計地派嘅 SR， 樣出來，所以我哋體育台嘅3做出來呢視為係 SR， 最佳片狀嘅，所以就會知道咧。但是經過1年了以後咧。
俺哋也打到好，很直接，當初講很難聽，俺哋讀書，俺哋學校嘅教官衝個慢，俺哋講了的，你等於啊學唔長遠對吧哈？你等於桃竹苗3縣優秀青年呢，講究好咧讀嘅是做中學，你等於唔好好讀書，打埋係跳啊！哦，所以我哋也表現到會做的，所以家長啊，第二年我哋要找我們用海淘做的麼？哦，從此嘅家長答應啊，是大家是哦，就用呢樣嘅播。我哋第二年用 SR 推出來打一些是打到個亞軍嚟提前獎杯啊，是打到個提前獎杯啊。從第二年以後用海盜以後。開始搶人家冠軍呢！哎哦，很傻皮哦！哎，其實俺講到吼，我知道青島時期哈，我講本本咧拼唔錯哈 ，Sea Rover 哦，咧係美麗的錯誤，因為俺用伊讓做得按照學聯，讓做得去比賽，讓要後輩本人傾聽，讓真正做得達到進步呢。係啊哈，所以該東西做 Q 處嘅時節，三位大哥先開始做。後尾咧隨種人教嘅嘛嗬，但睇慢一啲啲的，不過兩個看早期，兩時拿到第一擺比賽，第二名嘅，你是有第二地度。有，然後做小說嘅獎相片咧，最優秀片去年嘅是我本人啦，大模嘅係係去年嘅，所以當初我參加啲嘅學聯賽啊，哦也係啲隨種嘅優來，也係講。我爸爸也是也親照顧了啲球員啦，是講比賽時節打賽的哦，所謂教台的球員去審判啊，呢啲啊，所以記到啥，我是面會艱難啦，哦，記到啥歲數比我哋話比我下大，可是我面會艱難是年紀下細。是來擔任到隨種係有來寫阿因。哦，一時父子講愛長睇家説盤，係嘛？未到嗬。其實講談論呢個感情色彩非常好，因為嗰種是係高中嘛嗬，新竹中學嘅時節，開始來打嗰種是你講啊嗬，愛打球你是敢打你是你嘅功課愛落去顧嘅好，冇嘅。台灣一定會反對嘛哈，該東西一開始做 Q 出嘅時節，未算係按你主動，一個在台灣嘅亞球非常興盛嘅時節係嘛？哦，所以該東西三位大強下啊，算全部大主動啊，全部主動嘅，該主動大家是動好打球嘅用嘅咯。所以，該是按照要動到家下主動，從小學時當選咧。小學時當時打球，我哋已經是冇個機會，我哋就是細識睇個機會咧。當我哋初中以後，小學嗰開始就隨種嘅老太太都全部是打乜嘅，主動嘅小鷹隊啦，然後打全國咧，打冠軍咧，金龍杯啲都，金龍杯啦都，是隨種嘅老太家下是當選咧。我哋已經到高中就有個機會講哦，幫我哋做到吹，細些校教，但是冇機會啊。楊班英講頭擺細校教，頭擺冇去打球啊咩？因為細些哦，大家家境還好，好家該父母親哈做些當辛苦係屬實嘅啦，所以呢，父母親也感覺到，知道像我爸爸，像金龍嘅爸爸，知道爸爸全部後生些打球啊！我爸爸呢打球都準備去做個台灣水泥公司嘅個科長而已。只講我是生意打球，成就三樣挺挺，什麼都愛就打球啊！開始擺呢，我爸爸做裁判比賽，我媽媽講冇去打。哦，是來關到個二流，自己啊，關嚟向我讀書，因為國際要期考，好新竹中學期考，啊關嚟，啊我媽媽講嚟，我媽就織毛線講嚟，留退講嚟，唔係哈，啊我爸爸是做裁判，啊我呢被關嚟呢，我是加屋吼拿屋，1、2樓拿屋，你睇好正喎，我老街。然後呢，拆踢，冇只空啊，爬出去，然後跳，有呀！哇塞！啊，我就是台東結構的棒球場，上場，我爸講，他們意思說，
暂停比赛暂停，係術語係嘛放？time 水是 time 啊， time 哦，所以这道该裁判的衣服的高分成绩要该做裁判的总裁判，总裁判的，像我今年冇做裁判，我8时离开了，我是上去打球，哦，佢係新圈日本語上場哦，哈，哦，佢係現場啊，像你打球，我終於冇辦法讓我太太交代，好，所以對非常神奇的事情。喂，到聲音都會故事呢，嗬。咁以下呢，你提供對面你公關主任嘛，嗬，看到你隨行你按到嘅事情，用班人來推廣，乜個按到不落口水。我睇下按多時咧，睇過我哋後生都出來去睇路那些是冇打球咧，是我哋海盜隊哈，還有13屆球員哈，比較的一些10時屆，那都是冇打球啊，是都該聚餐每2、3個月是聚餐一次哈，該是按來聚餐是有20萬元來的啦。哦，冇團嘅。我們有接觸到，我去勞動那些，我辦到勞動有接觸到，哎呦，看到老鷹啊在搞棒球，一盛事啦。我是參加之後，我感覺到很好玩。啱啱要興趣哈。所以我講轉足動來吼，我講除了條老球盤咧，我講要興趣，我來狂愛打一下啦。我是講，條老鷹家打球是不失誤啊，不正常啦。你啊，不管所以大家講，哎呦，盛事，我打是我咪講，我講讓那老球盤注意來啊。哇，所以大家看到你真緊嘅，你進心咧係衝衝救救吼，唔係一時嘅輸贏停停。等家下呢，你聊一下道長咧，繼續來談你主動嘅啲開拓不老廿 Q 區嘅分享哦。李锦龙，捕手彭伟夏，一垒手孙乐南，二垒手赖金，游击手陈腾尧，三垒手彭学旺，左外野张学荣，中间手彭学奇，右外野曾富斌。只權你次數就係退休老人家，還配同住法地，地球上好就上就下。打球、數皮，唔單搶都參照，還都有實地。佢哋係搶在足球下打球，當天打嚟50人嘅，主動回頭壓球槌。哇！佢哋讓片大家係咪知道非常熱血呢？哇！再次咧分享今日嘅世界開頭嚟到現場。你講到嗬，要不老嘅壓球槌，其實係靠大家。10強下，然後你進行傳下去，係咪？你提供咧分享一下。嗰種先頭先講到，你帶啲勞動，你自己係體驗以後知道，哎呦，安陣時轉到主動搶野盤，大家再次來打球。係，是我的勞動辦到勞動5年吼，開始3年前，我是2公婆大概好爸孫嚟行。可能要我去看老人家嚟打球啊，嗬，梗係我係興趣嘅嗬。但是看2公婆就可能，是問我教練，我做嚟打麼？我是講分享啊，是落去打，一下打一些感覺到啊，讓我跳過誒，個熱血是帶起來的啦。哇！帶起來，我是講，我話我參加野球隊嗬，結果落去打一些，你跳過技術很溜練嘛，體力很有技術溜練些，我們開始參加表現都唔會做得啦。我做啲時節，喺本時個人喺球場啊，老球盤跳過，很多人在打，佢幾10年都差唔多喺聚餐啲冇認同嘛嗬。我是講潮機都有講，你狂喺打球，先狂喺比賽，看大家
体力啦，然后个精神有办法应付我啦。你可能些有安神奇吧？吼，个食物也当起上，大家嘻嘻哈当神奇咩？吼，无买大体之后，还是问下到，讲一定要食饭的时咧聚餐啦，健康的是三高的问题啦。哦，像话就咁讲，身体好冇，个血压会高，我像话，无咪讲我打球，大家参加之后。开始教一个，一定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没哈？是讲是到老头白50年前的老 Q 盘啊，是住起来一些是老头过名啊，海盗棒球队哈，是大家按照不老啦，不老是当老的意思啦，啊，是去过条65岁意思，所以我哋是讲下是。老 Q 出来是老透过老 Q 盘呢，老透过强下拍出的 Q 也是摄拍起来，是老廖布老师做起来的。很快乐，哎呦，以后吼大家摄强下见面，时间唔会讲身体样板，唔会讲要实去走要练身体么，电都系安样嘅啦哈。那青台哥，你自家样再次来打心情样板？对他来讲是一个奇迹，国语讲叫做奇迹，因为。我到以前创造聚餐，用差不多30年，冇打球哦，那就是公婆土呢，大家从啊吃饭，该吃饭些全部讲三高嗰度，我们景东呢提到棒球带上那一些，我讲这个对我来讲是美梦成真，记得冇讲，为什么是美梦成真？我讲，30年冇打球，但是他创造帮忙。因为比赛前呢，踢球波是得 Q 暖身练球，我上场比赛，那唱到做爱梦。哎呀！结果呢，锦龙老开棒球带转了一些啦。来讲，对我来讲，李胜英，我真的无憾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梦居然是成为事实，所以我哋犹如在美梦中。哇，很感动哦，真心呢！哇，所以当重要的家庭哈，所以2018年的8月，你都再一次摄强下，真给人家梦想成真的哈。咁你下顺台哥，你自家打球的、甲篮球的时间，再一次来讲嘅球出，有强样吗？美梦成真吗？其实来讲啊，我就成年的时间啦，对咧野球啊是当有兴趣啊。到厉害些，就我打野球啊。是讲按照是按照福气嘞，有没因哦？因为我等于道理下表示很大的，表示我的身体很好，因为已经按多岁嘞所以也打啲球咧讲那些李金龙记得做咧吹那些体系，大家人都同意做来东西，因为我等于按照最标准的不落下球吹，全部65岁以上，所以也已经出去。伊突然嗰啲出現比體育擺嘅時間，雖然冇打到當好，但是身體打出來。哇！體育擺出去打嘅時間，等於10擺卡的9擺讓人啦。哇塞！很沙皮啊！這邊當沙皮，見你啊，我就捉到兩線垃圾皮啊！捉出去之後，衝嚟抬頭挺胸當沙皮啊！阿勇是衝嚟是阿勇。所以我哋上面冇搞起來會艱苦啦。所以我哋8月。拜2、拜4，我哋創下晝為咗竹東河邊公園棒球場練球啦嚇，喺10個講以來，沙皮度內，我哋係全國唯一一隻向前地位都出嚟全部客家子弟嘅野球隊，不落野球隊。大家應該係用歡呼一下。剛剛上門隨眾啦，該東西講我是看來啊，吼，家人喺度照顧幾多場幾多小朋友，你喺度阿哥吼，未情相依啦。有時又講，哎喲，家財哦，該攏少家人，你啊要求好大哦。講到了吼，真實也好得厲害個。從我哋在做，然後組織起來，該頭一回啊，去到宜蘭打嘅時間啦，作係3名粒濕啊，你啊19-3年前啦，添只我咧咩搬出嚟，添只是豆13，揚州的上衝嘅。嗱，按去到因打，按粒濕，按這個按打係時啦，你要留球，佢要打唔好，所謂弄啊，
你啊，不过兄弟样啊，弄啊个啊，博在啊，难免啊。不过咧，连有200-300个咧，哦，計收入又賺來咧啊。有心得了。係啊，收入啊賺來咧啊，所以按打下來啊，身體各方面來講啊，也變下健康。平常我也有運動啦，哦，比如講去爬山啊，哦，還有去去得多啊，漫天啊走啊，哦，去環島啊，哦，也有安尼興致啊，所以重新練嚟興致啦，然後驗盡來啦，非常感謝你李大哥重新組織起來。當感通堂呢度講好，要感情動好。其實像家講聚餐20-30年冇團，你也是非常不容易哈。過來僅僅講一呼百諾，係咪講？你做 Q 錘，好啊，是咁就去打比賽，你都未當太擔嘅哈。所以你也是係 pirate，你係開頭嘅精神哈。家講做你啊棒 Q 賽，貴生嘅是精神哈。你講。抬頭挺胸是安樣嘅吼，你係你都再次是係你讓一百年再次做 Q 錘，重新來設計，還有你企嘅係嘛？係，部門呢個有隻賴睇這個賴院長哈，佢來是贊助兩套服裝，本來都有講是設計出來是講你是作為你第一套不老棒球隊最新嘅，好，然後佢也是都個海盜頭是用透過你嘅logo 哈，是配上你樣嘅不老兩條石頭嘅細節，是這樣表現的對齊，因為穿嘅大家 Q 錘叫就叫對齊啦，所以係設計要對齊。有精神，有氣勢，去到那是本體家啲啊哈！你對齊順行，看到你主動係到你拍攝你衫褲，你係最早嘅你棒 Q 衫係啊？該係你該先選到係第三線。選到就係喺度後生大係最尾線嚟嘅，最尾線的。所以你係歷史嘅部分嚟呢嚇。該有50年咯，有50年嚟，你這樣子。我前後期你都用所有東西保存到安好哈。你看你係差唔多50年以前嚟衫，個你係第一擺拿到得獎嘅你，第二名嘅獎杯，你係頭擺嘅你咩事？喺個錄相片，你全部保存，連保存到哪位啊？就老隨長街，哈，還有隨啲係現今嘅隨長咧啊。透過廿年前喺隨長係幾乎看冇發生到個胡少福嘅事件先咯。嗰啲東西慳好多，嗰咩咪嗰 Q 衫佢咪貴出嚟 Q 衫咪錯。Q 衫少嘅，獎杯、冠軍杯、手套、Q 棍都乜嘅慳出嚟。講來你都當有感情，你全部10年全部慳留定。對，隨長6年打傷啊，冇事咧還是慳好多咧嚇。你海盜隊哦，你講國語講天賜良緣。哎呀，天賜良緣啊！海盜隊哦，你去年僅僅係上天賜給我們的非常好的一個緣分。我哋相處從兄弟哦，沒有任何的利害關係，從兄弟中嚟兄弟。哇！大家人呢，從下呢非常快樂。所以人都從下食飯那些不讓出來，不讓看到老公按跳，不讓也跳，所以非常的贊成喺度海盜隊。你講緣分嗬，越珍惜是為越長久，是安樣人嗬，你不老嘅精神是為永久傳下去。等下倒轉來嗬，你不老廿 Q 出有當到精彩嘅故事，沒有神奇嘅故事同大家分享哦。大家轉到呼吸來咧，我係 Rita 林妙婷。今日呢，你來感受不老嘅精神，我實實是來訪問嗬，現場你按到不老精神界咧，開頭廿 Q 錘界太高嗬，再次來分享你哋哦。家講到不老嘅精神，我講每聲音做到很癲哦，很人道哦嗬。現場搞咧隨長嗬，隨長，你知道乜嘅係不老嘅精神啊？我認為到你講不老是講。莫講有退休嘅症候群，
哦，你退休了以后，所以又叫嗜好。比如讲去爬山啦、航母啦，我都在兴趣是打架球嘛。所以打架球能够本来都在身体能够越来越健康，也是每日得到的好处。所以也希望讲，你的观众朋友看到我都山的表现，是来行到了户外来，来打球也好嘞，然后打 tennis 啦、行路，哎呀，对老人家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啦。冇人日都还是来看病啊，看病啊，你是心情会唔好啊？唔好啦，唔好的时间你是会可能忧郁症啊。所以讲行出走出户外，走到户外啊。是有益健康啊！所以不老進行，第一條是行出來。該身體講起到乜嘅係不老嘅進行。我講老我哋嘅球員要講啊，你出去打球啊，主要一隻總結係乜啊？以球會友。打健康、打快樂所以你出門比賽，冇一天講係打創傷。我哋出去比賽先，相信我哋嘅。冠軍就咪讓我哋講，你一吹冇當槍啦，你留意搞sense咗，冇讓人冇讓人按到，冇是讓人跌的佢賭到就好，佢吹講咯幾禮拜主盤比賽，你冇留意打冠軍你意思就做到到小啊，你面子溜不贏又搞到咗所以我哋出現比賽在講兩排為那讓也那笑，我哋讀小南差當時嘅挺好咧啦。哎呦，真是咯！因為我哋已經14年啊，來講嗰些，我哋已經係收年啊，嘅收入啦，到呢下年啊也差唔多又要轉來啦，是體力冇人好得好甜啦，走也冇人會走啦。像係隨長係太太。旁邊就唔是幾時唱嘅嘛？我打到球嘅就上壘啊！我腳就唔夾，夾太太都唔會走。幾時按照代跑，我專用代跑。我打到幾台我走，還有安慰替身哦，安定音響咯。幾台我走，剛開始走嘅時咪當sense，現幾走叫我靠幾年都敢起來，我唔敢走冇事什麼？佢好走咧，其實不當愛，甚至冇走佢要闖出去咧，當到sense嘅時間啦。所以你一講到重點不老嘅進行係，反正做埋事情要熱情，唔過呢唔好老你素養狂安處，歡喜交朋友，健康快樂，安樣嘅大家好喜樂喲。該沙下咧我請教咧天台哥你自家一出家，地講你係讀體育呢哇，所以你係運動健將誒。咁對你嚟講，要打球應該當輕鬆啊。對你嚟講，乜嘢係不老嘅進行？我認為不老進行是短短的人生之中呢，冇停下來，冇停下來，係一切認同。因為一停下來，該給你講地心引力動態，也係做落去，所以冇停。我做過一首詩，我仲給你講，夕陽凝視朝陽紅，餘暉玉映晨曦中。幹嘛意思呢？夕陽是你那咩太陽啊？佢當羨慕的看個朝陽風風的暗降，實在夕陽未成這樣。係啊。但是夕陽會下山的，朝陽會上來嘛。所以夕陽呢是當羨慕看個朝陽，因為朝陽當熱情。都有希望。餘暉，夕陽餘暉呢？cái餘暉是太陽的貢獻，cái餘暉到晨曦未重要嘅。係。但是呢，餘暉玉映晨曦中，餘暉上來到晨曦夾中下，所以老人家前好生意中下。我當講起藝人，看到全部歲數人很差唔多嘅，那叫個做乜很艱苦。我當講起到公園，看到很差唔多嘅年齡，苦勞該會不同愛。我想兩個場合，去球場去打，去運動，打到90歲。然後含笑，安咪好咩？按我認為
不落，莫听。冇聽，掌聲鼓勵。哇，今日講到吼，其實有一隻重要嘅，是你嘅家庭係乜嘅，你嘅選擇乜嘅。好，我用扮英國憲法，哇，你是不老嘅精神咯，吼。那個再來看咧，要強大家，強下來做出咧公共道理大個，對於來講咧不老吼，咪說你嘅夢想咪實現嘅啊，哈。巧，是講我都打了一下 Q 是講天然嘅紅道不老福利委員會，佢專門照顧老人家嘛，吼。所以佢嘅宗旨是講，大家到老咧是愛 Q 嘅係乜嘅？健康、快樂，所以我哋 Q 出廠嚟講，你打 Q 打乜嘅？養壽天然問題，但是大家咪成日養錯啊，係嘛？但是正經講，養壽係天然問題，你達到健康快樂，就係你按多歲嚟嗬，都該 Q 廠咧，都該翻，都該滾，都該趴，都該打嗬，所以係不簡單。所以講，我哋 Q 係乜嘅？從人廠講，老人家 Q 係乜嘅？老朋友嗬，到按多歲到老咧歲，強下血盤療右盼，你係因為不老健康長壽嘅一條件之一，所以我講咧，你係 Q 出老 Q 盼呢，還就講食過啥到按多歲咧，大家還每隻成就，大家好地嘅喺大家 Q 廠打 Q 嗰時，你喺感覺到實在有歡喜啦，實在很有福氣，很幸福喎，哈。係，所以根本應該想看呢節目嘅觀眾朋友，一定沒有感受到，你都該熱情，你都安詳下、安靜下啊，吼。但係講大家講，我看了呢啲開頭不老也 Q 出很好喎，想家業做得麼？分養啊！分養啊！總係要65歲以上嘅分養啊！哦，不過60歲以上做初老球員，就開始係老嘅啊！啊，按照初老球員啊！啊，按照65嗰就按照不老球員。還有社妹哦，社妹啊做得。你看你都有2位社妹團員係嘛？哇，強下來打，香港咪當強哦，咪係過手推下來哦。過手起嚟啦。哎呦，所以你都真是當沙皮嗬，特別嗬，是講每生意是很厲害哦。咁最近有安排乜嘅比賽嗎？有都上禮拜講的數號打踢嗬，你每局打上每年啦嗬，落水啦，是並列冠軍啦。哦，還係冠軍啦。還係冠軍，過了是你睇你海盜隊嗬，你睇到全國有出名咧，所以11月有推中嘅啊。而且強球咧，讓你友誼賽，12月也推中啊，喺強球通推完有名，也有咧讓你友誼賽。現在目前還是就是12年嗬，有一隻按你紅道盤嚟，全國17歲球隊都該按落大會師，按你又是對抗賽啦。哇！該17歲有200人沙，都該打球比賽啊。12年做節。係，大家上去知道喺哪度做得點樣路當簽到嘅消息嗎？打竹東開頭不老也 Q 隨時做得簽未到嘅嚇。公關總田發射，喂，咪係大家是咪搶講嘅係冇？我哋都要嘅 FB 啲哦，連續啲要啦。係啦，成日按用音，大家啲麼？要 FB 粉絲專業，大家去點讚去follow，每場比賽嗬，大家上嚟聽是感受了不老嘅精神，分享大家強下來聊係嗎？今日再次非常感謝。好，每一個大哥安有精神，今日 Rita 咪學習到當到非常嘅感動，再次希望你哋，希望，哇，咪非常祝福不老也 Q 隨嗬，衝衝叫叫，希望大家嘅收看嗬，當然大家今日感受到兩樣熱情嗬，咪請大家呢繼續來關注，你無論台灣嘅也 Q 少幫請望到一起到了不老嘅 Q 隨嗬，一定愛強下來支持，香港呢天講你記得咯，愛準時。地天時佬明路檔來收看呢個轉播哦，再次希望大家收看張麗亮。